嘉义大拿有民众头讲，徛喺附近有畜牧场偷漏废水，造成因阴残的鼻仔有氧化是真严重。嘉义县政府成立稽查小组，20开始伫咧畜牧场的排水口道监测设备，嘛全面检查水路甲水质。环保局人员拢入去排水沟内底，要来取用水管的水质。为20开始，嘉义县政府农业处甲环保局都会无定时来大拿这间畜牧场稽查，因为附近社区检举因讲排出来的水造成污染。它的那个废污水的状况啊，其实我们还会在不定期来检视。那目前已经先在它周边的水体啊装设那个自动的水质检测。那同步呢，我们下午会在它实际制成的时候啊，也会再来做一次稽核。5甲外的鼻仔水污拖到满时，例如讲这区鼻仔是边仔100外公顷参远的灌溉用水，即卖有氧化严重，拢是因为这间两箱的畜牧场造成的。头前伊污染落来，个排水落来，变造成阮个灌溉用水有氧化，有氧化了就是变讲都伊水排出来变臭的，而且头这啥物成分咱嘛有诶咱嘛无清楚，你若是甲规片污染落去时，规片的农作物拢去，阮遮农民要食啥？例如讲，为古早无自来水的时代，这区鼻仔就提供庄内民生用水，进前嘛是呼吁家己找一个所在。希望县政府重视排水甲鼻洞环境卫生的问题。若3个月了后，畜牧场的排水阁无法度符合标准，就应该甲撤照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